来看一款欧洲品种哦，伊的是金龟。最近哦，大东关鹿野乡有农民种成功咯。最近哦，这款金龟卖大出，咱做伙来看卖。这个梦室内，规片菜市园开出黄色的花，花下面结出一种绿色圆形的果子。这毋是水果，是一种菜色，俗称石果。也毋过，甲市面上规条的石果无同，是圆形的，真正学名叫下南果。伫国内真少看，这种圆石果比条形的石果较脆较甜。目前伫台东鹿野乡有一位青农经过1年的研究，稳定种10公顷。认知它就是跟那种长条形节瓜。其实它是相同品种，只是形状不一。像圆节瓜，它的口感就比较偏甜、脆甜。即马拄好是圆石果的采收期，上好的采收重量大约伫200至300公克。因为石果惊高温会有病虫害，国内多数拢种伫山区。也毋过鹿野乡青农伫白内用梦室来种，调节适合成长的土壤温度，降低病虫害，佮配合蔬果合作社客族送去超市卖。它的外形很讨喜，所以他希望说我们大面积的下去做开发。圆石果目前伫超市价销一粒大约35块，每年目标希望会当达到30公顷的种植面积，互全国消费者拢会当食得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